以便迄个会当来讨迄个使用的教材，会当来讨迄个台湾三福协会12月初5，就是台湾三福协会12月初5。12月初5是拜六上午10点半，伫本会社区发展中心上午大教室要举办第24届导师上海队长的大会，咱要邀请三福的大会，伊过去是三福第邀请是队长，三福的大会是幸福小组的同工，幸福小组的组长来报名参加。迄个有午餐，请踊跃来向咱的干事来报名。好，第9点，今仔日礼拜后要伫礼拜堂西平的教育大楼前要开放，咱会友大家领取2021年的月历，会友每一户领取一本月历，伫领的时阵请你签名。咱继续来看具体交通。具体交通第1点，本教会张振宇姊妹就是阿丹姐吼，已经伫11月18蒙主温调，享年90岁，定伫11月28下午2点伫大礼堂要举行个别的礼拜，愿主安慰遗嘱。来，我来报告团契消息。家庭团契今暗今暗8点有要召开委员会，请委员甲指导牧师拨时间来参与。佮继续就是商学团契12月13有一个庆生会。甲伊个岁末的感恩餐会，即个若要参加报名到11月30截止。咱继续，咱要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咱今仔金句，咱其实要读。以西结书34章16节，咱做伙来看，看咱的荧幕吼。我先来读1摆，然后咱大家做伙来读2摆。失落者，我要找伊受赶逐的。失落的，我要找伊；受赶逐的，我要带伊倒来；受伤的，我要包伊；破病的，我要医治伊；独肥的、勇的，我要拄灭伊；也要秉公养饲因。以西结书34章16节，来，咱做伙来读2摆。我要找伊受赶逐的，我要带因倒来；受伤的，我要包伊；破病的，我要医治伊；独肥的、勇的，我要拄灭伊；也要秉公养饲伊。以西结34章16节，搁一摆。失落的，我要找伊受赶逐的。我要带伊倒来，受伤的我要包伊；破病的我要医治伊；独肥的、勇的我要灭除伊；也要秉公养饲因。以西结34章16节，下面咱请牧师来介绍。好，毋知咱今仔有新来的兄弟姊妹无？若是无，咱有看到咱机体交通的消息，咱踮伫台南新学院服务真久的阿丹姐，伫11月18蒙主温调，也请咱继续为着遗嘱来代祷。嘛，另外一个报告就是，
台南神学院前院长张德雄牧师也踮伫凌晨，今仔日透早凌晨也蒙主稳调，所以这两个人拢对台南神学院的贡献非常大，也请咱为着因的遗族，咱做伙踮伫祈祷中间三体来纪念。好，咱做伙来吟刷尾边的诗歌，咱来吟愿上主大真爱，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上主大真爱，经典你是心内，主的听每时刻，甲你行动在，关注心更变就你研究。比关台的主信心保守你对之心，高兴世界大，上主大真爱，经验你心内。听每时刻，甲你行动在，关注心更变就你行做比关台的，主信心保守你对之心。高兴世界大，咱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赏赐人五望的上帝，借着咱大家对耶稣基督的信，充满平安甲欢喜，借着圣神的气力帮助咱，互咱有满满的五望来照顾扶持每一个软弱的人，将祝福带到需要的人中间，对答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对答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。